你仲以為做個網站要搞成個月，要做客製化嘅網站，後台又閒閒地都要搞半年，仲要好貴。如果你仲係咁諗，就要追上時代步伐。而家利用 AI 技術，最快一日就做到個 demo 俾你睇，幾日就可以正式上線。就算係複雜啲，要有後台同客製化管理嘅開發，都比傳統方式快好多，修改仲更加靈活，而且仲可以輕鬆加入多語言版本啦。AI 數據分析、24小時 AI 客服，甚至係專屬嘅 AI 助手功能添嘅。如果想做網店，以前要花大量人手影 product 相設計圖片，隨時唔見幾十萬。而家只要俾張產品圖，我哋就可以用 AI 直接生成唔同嘅宣傳圖、品牌 image，想要咩國家嘅 model 都冇問題，連影片介紹都可以幫你搞掂，幫你將產品打入唔同嘅 market。雖然利用 AI 真係變得好方便，但係都要講真話，並唔係求其打幾句指令就搞掂嘅，當中依然需要專業人手去修改、設計同審查。不過相比起傳統方法咧，個製作成本同時間已經大大減少㗎啦。慳翻嚟嘅呢啲錢，你就可以攞去落廣告，開拓更多市場啦。想了解網頁製作同埋免費攞到我份2026 AI 營商教學，留言打 web 發你有關資料啦。